三鄉中心位置非常之稀奇嘅雅基樂影柏灣畔嘅聯排別墅，然之後咧呢間咧上下總共3層嘅，呢套建面咧135方嘅，依家首期嘅話俾25萬，月供咧係6000多蚊就可以用呢套單位啦。前花園空間咧係將近40-50個平方，空間咧非常之舒服嘅，而且屋內嘅裝修保養咧都係非常之好嘅，因為佢係港澳為主嘅度假屋嚟嘅，呢邊就會到時候去做翻個鞋櫃位嘅。呢邊喺我哋右手邊咧就係我哋洗手間，左手邊咧就係我哋 U 型嘅大廚房。業主話咧煮嘢咧都好少煮嘅，基本上都未開過火嘅。呢邊咧就係我哋嘅餐廳位置啦，6人位嘅大餐台可以安排上餐邊櫃咧，到時候你自己裝修都可以安排上嘅。呢邊咧就有6米嘅中空大廳，係非常之大氣嘅，而且呢個位置開間咧係將近5米嘅大開間，係非常之大氣嘅。我哋嘅後花園空間咧都唔細嘅，都有50-60平方，到時候你可以將啲果樹啊推啲過去都係冇問題嘅。而家我哋喺2樓嘅中空位置空間咧係非常之大氣嘅，2樓目前咧係做翻2間房1個衛生間嘅，呢間可以做翻個客房，空間咧都係特別舒服嘅。隔離另外一間客房望翻花園都係非常之好嘅，隔離公共衛生間位置。3樓露台咧係將近30個平方，空間非常之舒服啊！3樓咧一整層都係主人房，做到南北通透嘅，2米大床擺喺度闊闊有餘啦。而且呢邊咧仲有一個衣帽間嘅位置，旁邊咧就係我哋嘅洗手間空間啦，都係做到乾濕分離嘅。呢一層單位嘅首期咧俾25萬，月供咧6000多蚊，你就可以買到雅基樂嘅聯排別墅，建築面積135方嘅，實用面積高達200方嘅，前後花園加埋起身咧係將近100方嘅前後花園，係咪非常之大氣呢？如果你最近喺度關注雅基樂嘅聯排別墅，要揾性價比高嘅呢層單位咧，一定要過嚟現場睇睇啦！睇樓記得揾小波子。